续给力，耶！为呼应今年地球日的主题 ，Our Power, Our Plan。18日伫巴克利公园内底设置了侪侪互动单位，互大小朋友伫议会当中认识绿色生活。一般传统会是人穿着装备进去，但有一定的风险。对，那它就是取代人力，走在人前面，先进到危险位置的现场，那带着侦测器、热像仪等等的，然后把相关画面资讯回传到我们的指挥中心，那再来判断说够安全，再让人员进去，减少人员的风险。422爱地球。伫舞台区，这是由台东国小战歌队、天马戏创作剧团再来精彩演出，以5到5路方式推广净零碳排甲气候适应策略。环境部长彭启明也专程来到现场，甲民众同乐。我们要一起来思考说，这个地球力的观念，我们如何在帮地球能够在新做一些事情。那这个呢，是我们环境部还有所有部会一起在做的事情，像循环经济，像我们的气候变迁，像我们现在要推动的减塑的工作。大家把塑胶袋用得很习惯，不用钱，可是基本上塑胶袋虽然我们是为了最后一里路让大家方便，可是塑胶微粒造成的一个影响，或是塑胶物质造成我们地球的负担真的很大。如果各位有机会到我们的这个有些台南的这个掩埋场去看的话，里面呢都是大家的塑胶袋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分解完成。这个呢都是一个很大的危机，所以减塑也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工作。市府副秘书长殷世熙表示，环境部今年特别选定台南作为地球日活动起跑，特别具意义。真的很荣幸，也代表市政府呢，我们来参加这样有意义的活动了哈。我们2026世界的一个日子，当然这个日子一定是永续的。我们感谢环境部了哈，对我们的肯定了哈，能够将2026年世界日呢第一站就在我们台南来办了，这也是对我们台南的肯定，更是我们低碳转型的见证，对不对？对。台南市环保局表示，透过系列活动推动，和环保不再停留在口号，而是转化为日常会当实践生活行动，也展现了台南迈向永续城市的决心甲行动力。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。